假若是到秋冬的季节，咱用溪畔伫东北季风的吹袭之下，容易造成河床的山土石价飞安尼硬蓬蓬。所以呢，第一河川局每一年拢会向这水利署来申请着用田控制计划，种一寡呢瓜芒花这甜根仔草来护育河床。唔嘛讲会当防风定山，也个会当有效来防尘。即马渐渐已经进入秋天的季节，瓜芒花也渐渐来盛开咯。咱用溪畔就好亲像是铺一层白色的地毯共款。或者游客拢是学了个代志。瓜芒花规片白茫茫，风若吹，对方咧摇喊，亲像咧跳慢步共款。时间已经来到深秋咯，瓜芒花大开，甲南洋溪墘装淡甲亲像咧落雪咧。烧热的日头光，照伫个这片银色的世界，深秋尾的水景地。就美伫个宜兰的秘境南洋落水溪墘这的瓜芒花，毋是散发的，是水利署第一河川局为着要解决这个溪埔若是安尼光秃秃，就会有风飞沙的问题，才来种这落叫做甜根仔草的瓜芒，安尼规大片水甲袂讲哩，请真侪民众来这翕相拍卡。刚好这时候阳光打在上面，然后有风在飘，真的很漂亮。秋天到了，就是要看得到。然后那边还看得到龟山岛，很漂亮，这个天气很好。银白色的瓜芒花，亲像羽毛共款，遐尼轻着，对方咧摇晃，嘛像白色柔软的地毯铺伫个南洋溪顶悬。这落水景地，互经过民众拢听落来豆豆啊欣赏。田根之草其实是因为我们南洋溪经过每年台风豪雨之后都会造成这个河床的一个裸露了哈。那到了秋冬季节，它就会产生一个扬尘，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甜根子瓜芒草是防风定沙上好的作物，伊唔但会当防尘、净化水质，嘛来装淡南洋溪特殊的景致，连河川局嘛无料到的好代志。即马是秋尾的冬天头，若要欣赏宜兰的水景地，就要趁这个时候，这个如梦似幻的世界，若要欣赏就紧来。记者综合报道。